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湾拢冷死死。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市富贵角，干那9°C，玉山甚至降到零下6°1。气象署提醒大家，这波冷气团温度咧回升有较慢，而且拜二又有一波愈强的冷气团报道，恐惊会寒到接近寒流的程度。玉山北方气象站的设备拢结白色的冰。强烈大陆冷气团来，玉山车站伫咧透早出现零下6.1度的温度。一那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北市富贵角的9.4度，同市地界场也只敢10度。伫礼拜17日时开始，冷气团减弱，不过温度回升的速度较慢，再加上水汽正饱，中部以北依然有寒的感觉。也那自拜二开始，阁有一波强烈冷气团的来。最冷的时间会来到20到22号之间哦，也预估在这一段期间，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有机会出现10到12度左右的一个低温，其他地方大概是13到15度左右。拜三到拜五是后一波强烈冷气团影响上明显的时间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也个东部地区感受上明显，冷空气强度是要到寒流的等级。其他地区是早暗较冷，温差正大，一直到拜六温度才会慢慢回升。专家讲，目前看起来受到北方冷酷压的影响，圣诞节假期到跨年期间天气拢正冷。这2个大节日哦，圣诞夜或是跨年的这个12月31，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很强冷空气影响台湾的时候，至少没有到寒流等级的水准。另外，伫菲律宾东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。礼拜早起8点已经发展成为今年第17号风台鲤鱼，目前是轻度风台。气象署估计这粒风台是未直接影响台湾，不过伫咧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，要特别注意风台的上新消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